迎嚟到今日嘅新聞。7月1日可以免費乘搭天星小輪尖沙咀至灣仔航線。富裕小輪7月1日生日的乘客可於當日免費乘搭屯門東涌沙螺灣大澳、中環紅磡及北角觀塘啟德航線。康文署設施，公眾游泳池免費使用。M+ 號，標準門票包括的所有展覽7月1日免費。就係咁，多謝你睇，晚安。